这是来阮平科拢会来食早顿甲中昼安尼。要食啥？恁来遮拢点啥物啊？捞面啊，先食一个肉粽，再啉一下鲜奶茶。薯饼、蛋饼啊。两饼、肉粽，还有大泡面。啊，恁是早顿含中昼顿做伙解决咯？像恁平科大学生食物件有啥物选择？咱拢食较简单的啊 ，CP 值较悬的啊，啊个较俗的吧。是因为恁学校遮选择较少吗？无是因为我的配包啊，互我的选择较少。爱较欠的，做个所在爱开钱啊，要买工具，要创啥的，所以这食饭就是有食有饱就好啊。木工的工具足贵哦。外港的工具有的是真啊足贵啊，有的拢是迄固台啊啥的，迄种足大台的，啊一个拢差不多爱5万6万差不多啊。所以为即个开始添钱了，对吧？啊，趁种少年较好做的时阵，先添寡钱买工具啊。这个捞面的特色食起来是安怎口感？黏黏足 Q 啊，啊伊个小好咸，较香啊。这肉粽食起来安怎？这肉粽，这料啊，炒了真袂歹啊，滋味吧，嘛真香。即正来屏东读册的时阵，对平科大印象是安怎？遮的步调较慢啊，的散发一个惰性气体啊。